解？點解要殺死我哋？點解要破壞我哋嘅屋企？點解？點解？特別新聞報導，全球多個地區現正爆發災難性洪潮，其中本港有多個海灘嘅洪潮已經蔓延至陸地。點算啊？我唔想死住啊！細聲啲啦，俾人發現啊！呢度係邊度啊？我哋已經冇事啦。好嘢，我仲在生，仲在生。我唔係發夢啊嘛，地球人。啊！唔好殺我！細聲啲啦。唔使驚，我唔會傷害你哋㗎。我係守護地球安危嘅免疫系統，你哋可以叫我超人蓋亞。超人蓋亞，點解地球會陷入洪潮㗎？啲怪物又係喺邊度嚟？係咯，地球都保護唔好，你個超人搞乜㗎？關於洪潮，佢係因為人類將污染物倒入海入邊，令大量嘅浮游生物提供咗有機物嘅營養，而形成咗海洋災難。至於嗰啲怪物，都係由死咗嘅海洋生物嘅怨念同洪潮結合而成。因為大自然受到嚴重嘅污染，我都失去咗大部分嘅能力。人類將污染物倒入海度，唔會係？哇，好多衫啊！咁就再加入10倍份量嘅衣服柔順劑啦。咁樣老公同阿仔就可以着住香噴噴嘅衫返工返學啦。污糟邋遢，唔得！我一定要落多啲強效清潔劑。我絕對唔可以生活喺一個污糟嘅屋企裏面。唉，經營餐廳已經夠麻煩啦，而家又要清理油污同埋餐具，直接倒喺路邊算啦。大部分衣物柔順劑同清潔劑都有磷酸鹽等等嘅物質，係藻類生長所需嘅物質。油同廚餘倒喺路邊或者唔適當嘅地方，都可能流入雨水渠，為藻類提供咗好好嘅營養。所以你哋都係成為呢次洪潮危機嘅一份子。都怪我，係我害咗老公同阿仔，係我害咗大家。唔好啊，我唔想死啊！我知錯㗎啦，對唔住啊！而家都仲講得切阻止佢哋㗎。先唔好講洪潮，嗰隻怪物係大自然憎恨嘅化身，不死不滅。但係我可以將你哋送返去過去，宣傳環保，保護生態，從而改變呢個不堪嘅未來。要記住，大自然唔係淨係屬於人類嘅。小美、小東、阿強，當佢哋返到過去，佢哋立志要改變。小美開始用天然柔順劑，阿強開始自製環保型清潔劑，仲向同事作出推廣。阿強、小東安裝了專業嘅過濾設備，過濾咗灰水同黑水，唔再排喺路邊。最後，小美、小東、阿強創立咗環保聯盟，就此代替超人蓋亞，為地球出一分力。